搵工一定要對住部電腦，no 啦！而家等地鐵排緊隊，甚至去廁所嘅時間都可以用 Offer Today 搵筍工。我係 O 仔，今日同你分享點樣用電話極速註冊檔案，點樣直接同老細傾 offer， 其他搵筍工技巧。記住呢幾招，快人一步攞 offer。打開 Offer Today App， 用電郵或者電話號碼註冊，跟住 O 仔同你行匀整個求職流程，助你覓得理想職位。首先答齊呢幾條基本問題：姓名、頭像、年齡。想要保密嘅話，就撳我已滿18歲就得。重點嚟啦，設定求職期望，好緊要，職能剔晒你擁有嘅技能，等 AI 同你匹配更準確。期望薪資，千祈唔好寫一個離譜數字。唔知點解嘅話，去返 O 仔學堂第2期補下集，語言能力識幾多貼幾多，增加曝光機會。跟住我哋就嚟到工作經歷嘅填寫。如果你零經驗，撳我沒有工作經驗就得。所有資料之後都可以再修改，放心填，唔使驚。再跟住填教育背景，各位跟住自己嘅實際情況填寫就可以啦。恭喜你！跟住落嚟，O 仔教你點樣搵筍工。我哋主頁面有4個 J， 分別係職位、兼職、信息及個人。職位係 AI 會根據你嘅背景推薦筍工，撳入就可以睇具體信息啦。右上角個放大鏡可以設定篩選條件，譬如工作形式、工作地點、職位發佈時間、福利待遇等。喺職位詳情，撳入公司界面都有詳細介紹每個公司嘅資料，最下面都有提供相似公司同個公司其他嘅職位空缺俾你任揀。O 仔再話多個小貼俾你，撳右上角個 flag 就可以抹底呢個職位，等你可以隨時 check 翻。如果你諗住準備好簡歷後再同老細傾，撳呢個 flag 就得。我哋仲支持分享到其他平台，複製條 link 或者 download 個圖到自己手機。兼職呢度啦，想搵 part time 賺多啲錢嘅朋友們好彩啦！呢度有好多新發佈嘅筍工，例如餐飲、零售、連鎖品牌，無需經驗，高人工。感興趣嘅話，撳立即聯絡，直接同老闆傾，唔好再猶豫啦。個人呢度支持你隨時修改資料、上傳證書、附件簡歷 portfolio， 跟住撳預覽就可以睇到在線簡歷，即係老細喺後台睇到嘅你嘅資料啦。填寫多啲信息就可以大大增加老細睇中你嘅機會。O 仔再話多個小貼俾你，呢度仲有一個翻譯嘅功能。有啲英文發佈嘅職位，如果你睇唔明嘅話，就可以撳呢度，跟住職位描述就會自動被翻譯，真係好方便。求職期望填多啲，最多支持你填寫10個，咁我哋就會根據你嘅期望同你推薦最啱心水嘅筍工。如果你有用郵箱登錄或者打開咗 WhatsApp 通知，咁我哋一有合適職位就會即刻提醒你，唔會 miss 好機會。大灣區高薪好工，有好多粵港澳筍工。如果你想要高人工又不介意通勤距離，呢度絕對係你可以尋寶嘅地方。獎賞中心攞着數，完成簡單任務就可以獲取點數，提升你嘅簡歷曝光，等更多優質企業同老細主動揾到你。我哋個網頁版同日版嘅註冊頁面都差唔多㗎。如果你中意用電腦揾工嘅話，隨時可以上我哋官網喺度瀏覽職位，一鍵投履歷都好方便㗎。除此之外，O 仔今日仲有2個web版先有嘅獨家驚喜話你知。我哋個web版貼心到呢，連你離開部腦之後條路點行都同你諗埋。驚喜一，網頁左下角有個手機 icon，click 入去掃個 QR code 就可以即刻 download 我哋個 app。等車食飯嗰陣隨時拎部手機出嚟，揾工都方便啲。驚喜2，所有信息都會係右下角個信息列表即時彈通知，無論係你揾老細定老細揾你，都唔會走雞，唔使驚錯過任何一個 offer。今日O 仔學堂就到呢度，我哋仲有好多好用嘅功能等你嚟探索，快啲試下喺 Offer Today 註冊並完善信息，等佢成為你揾工路上嘅好拍檔，早日揾到適合你嘅理想工作啦！Follow我哋，獲取更多職場 tips，下載 Offer Today，即刻開始你嘅揾好工之旅。